我用嚟招翻過嚟啫。唔好意思啊。多謝你兩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我只係用廣東話講啊，非常抱歉啊，冇翻譯。點解咧？因為咧我做個 PowerPoint 咧係好詳細嘅，因為我在好多地方講到咧，我最怕翻譯，因為我係一個好長氣嘅人啊，講到咧都係好長嘅。如果加上翻譯咧就更加長，可能講最長，大家都瞓晒覺啦，所以不如咧就唔好翻譯啊，咁啊單單用廣東話。我相信你們每一位不會聽廣東話的，你都會知道我講什麼，因為我的 PowerPoint 真的很詳細的。今天跟大家來分享那個題目啊，就是神的家要跨越。為什麼要跨越呢？我們要去得人，我們要去得家。還沒有講之前呢，我首先要報告一下啊，大家知道我們明年的春令會的時間啊，明年春令會嘅時間呢係3月30號至到4月2號。點解我哋要咁早宣傳呢？因為咧，我哋呢次咧，我哋將整個嘅大會個場所定落嚟，可以住得450人。而且咧，我哋相信咧，今年參加嘅者會非常嘅踴躍嘅，因為我哋請到一位咧國際知名嘅講員，唔係咁容易請㗎。我都花咗好多個方法，好多嘅力量，正揾到佢嘅聯絡嘅電話、聯絡嘅 email 同佢聯絡，正會請到佢嘅。大家都知道應該係請到邊個啦？邊個啊？沈祖堯博士，聽唔聽過啊？啊，聽唔聽過啊？香港人都聽過啦。知唔知道佢明年個題目係咩啊？只想一生跟你走。哇！我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喎。佢同我話咧，你一講出呢個名，所有香港人都知道啦。呢首係一個歌名嚟嘅，係邊個唱㗎？張學友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其實佢講嘅就係亞伯拉罕嘅一生嘅事蹟，加上佢自己信仰嗰個經歷，就講出點解我哋一生跟你走。嗱，我希望咧大家盡快個報名，我哋有450個位啊！我哋 booking 咧一宣傳出去咧，已經有70人報名咗。就可以知道咧，咁啊可能遲啲咧都冇咁多位啦嚇，所以盡快請大家啊合作，我哋知道能夠達到450人，我哋嘅心目中最需要嘅。嗱，剛才咧我哋已經讀咗一段嘅聖經，嗱如果再讀咧就花好多嘅時間啦。但係咧，我又希望讀14節嗰時讀一讀啊。14節嗰時話：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然之後佢俾一個好大個警戒以斯帖，你和你個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皇后個位份，唔係為咗今日呢個機會嘛？然之後15節嘅説話，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説：你去招聚書珊城所有嘅猶大人，為我禁食3晝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宮女也要這樣嘅禁食。然之後我就違例去見王。嗱就開始去講咧，如果王有個定例㗎，如果我去見佢，佢冇伸出金杖咧，擅自見王嘅就一定會死。嗱而家就佢點話咧？我就去違例去見王。佢願意將佢整個嘅生命擺上，我若死就死吧。於是末底改就召以斯帖
一切所吩咐嘅就去行啦。今日我要從以斯帖記以及佢所處嘅時代嚟睇一睇我哋今日個題目：神嘅家要跨越，得人得家。嗱，呢個題目咧，俾我哋睇到我哋教會呢個神嘅家應該有嘅使命。神嘅家應該去觸摸到神嗰個心懷，走出我哋四幅嘅圍牆之外，跨越圍牆，去得人，去得家。得人得家係每一個屬神嘅兒女、神嘅子女，我哋應該有嘅召命嚟嘅。唔單單只係得人，聖經俾我哋睇到佢和佢嘅家都要得救，所以我哋唔知係得一個人，我哋要得就係整家嘅人。呢個係我哋嘅召命，係教會嘅大使命。以斯帖咧係一本非常特別嘅書，點解咧？因為佢在聖經嘅66本書中咧，係唯一一本咧全完冇提到神或者上帝呢個名詞嘅書。嗱，如果你哋唔信嘅，你翻去讀一讀，係好快脆讀完㗎嚇。呢個唔係好長嘅聖經啊。睇下呢本書入邊有唔有一個神字出現，睇下呢本書入邊有唔有上帝嘅出現。整本書冇神冇上帝。嗱，以斯帖既冇神冇上帝，係咪代表神就唔在其中，神就唔工作呢？其實我哋從整本嗰個以斯帖中都睇見神喺處掌控着一切，主宰着一切。點解呢本書係會冇神或者冇上帝呢個字呢？因為喺呢本書入邊呢，神或者上帝呢個名詞呢，係以一種好特別嘅方式，亦即係聖經中嘅所謂嘅離合體出現。嗱，神和上帝喺呢本書以離合體呢個字出現嘅，一共出現過5次啊！嗱，你哋翻去你知道係邊種5次好啦，你記得或者你影起相影字就得嚇。第1章10節嗰時有，5章4節嗰時有，5章13節嗰時有，7章5節嗰時有，7章7節嗰時有，或者你去讀嘅時候，你都冇啊，睇唔到啦。係無論係中文聖經、英文聖經，你都睇唔到呢個字嘅，除非你懂得原文聖經啦，你會正睇到原來呢5節聖經都有神在其中主宰、掌控着一切。點解我要咁書講俾大家聽呢？因為我教會入邊咧有2位姊妹係好叻嘅，一位係好叻希伯來文嘅，一位咧就好叻希伯來文嘅。佢哋2位都負責喺我哋教會負責查經，都係用好深嘅意思查出聖經入邊嘅意思。所以以斯帖記咧呢5節聖經咧係神以離合體出現過。整本嘅以斯帖記都俾我哋睇到呢一位慈愛嘅神，在對佢自己嘅子民嘅眷佑、看顧同埋保守。事實上，整本嘅以斯帖記都係彰顯着天道嘅權能。天道 providence 呢個字咧係源自拉丁文嘅 provideo。pro 就係事先，我哋先見 video 咧係睇見啦，我哋先見之明。換句説話講，以色列人在呢個波斯地所發生一切嘅事情，神早就已經知道咗，神早已經睇見咗啦。要了解以斯帖記嘅背景，嗱，我哋希望大家翻去咧，你好好讀2本嘅書，就係喺以斯帖之前嘅以斯拉同埋尼希米呢2本書。點解呢？因為呢3本書係代表咗以色列嘅歷史中一段非常重要嘅時期。以色列國係在主前嘅933年咧就分裂啦。嗱，930年係所羅門死之後，佢個仔羅波安接續做王啦。嗱，點解會分裂咧？當羅波安接續做王嘅時候，一
班嘅老臣子咧都勸佢，叫佢要減輕嗰個稅務，減輕人民所負嘅負擔。但係呢位羅波安咧，佢唔聽呢班老臣子嘅話，就聽咗一班年青臣子嘅話，就即係對佢自己嘅子民百姓咧，唔單單冇體恤，甚至係話我父親俾你呢個重擔，我俾你更重嘅擔。我個父親用鞭嚟打你，我用蝎子鞭嚟打你。結果咧，民心大變啦。以色列支派中嘅12個支派當中咧，10個支派都離開咗去，另外選咗另一個人耶羅波安，好得意㗎嗱，羅波安就選咗另外一個叫做耶羅波安做王，就係喺撒瑪利亞嗰時做首都，立國成為以色列北國，而南國咧就剩翻咗2個支派啫喎。邊2個支派啊？猶大支派、便雅憫支派，就係認及立羅波安做王，就變成南國嘅猶太。所以咧，南國就叫做猶太國，北國咧叫做以色列國。北國一共有19位嘅君王，19位當中冇1位係好嘅王嚟嘅。結果咧，就在主前嘅721年咧，就俾亞述國所亡啦。南國咧好啲，有20位嘅君王，其中有8位嘅王咧係相當唔錯嘅。但係最後咧，佢哋都係步上咗北國嘅後塵，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情，就在主前嘅586年咧，就亡於巴比倫啦。而百姓咧都被擄到巴比倫去啦。嗱，猶太嘅亡國係因為佢哋犯罪，係因為佢嘅背逆。亡國係呢位公義嘅神嘅審判嚟嘅，但係神在佢公義嘅審判中，仍舊有佢豐盛嘅慈愛。佢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嘅口，應允佢自己嘅子民百姓，70年之後，佢哋都可以翻到耶路撒冷，重建佢哋嘅聖殿以及耶路撒冷嘅圍牆。嗱，我哋嘅神係一位信實嘅神，係一位施慈愛嘅神，守約施慈愛嘅神。所以在事後滿足嘅時候，佢就感動咗當時嗰一位已經取代咗巴比倫成為當時霸主嘅波斯王古列嘅心。下一個旨意落嚟，應許所有被擄嘅神嘅子民百姓都可以翻到佢自己個故國，佢哋個家園，重建佢哋嘅聖殿同埋耶路撒冷嘅聖殿、城牆。嗱，以斯拉同埋尼希米2本書咧，就記載呢啲被擄嘅猶太子民翻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以斯拉係建聖殿，尼希米係建立城牆。先建好聖殿，正建城牆，先同神建立咗關係，正能夠重新嚟建立到人與人之間嗰種嘅連續關係嘅。以斯帖記咧就係講嗰啲選擇研究留喺波斯地神嘅子民嗰種嘅遭遇啦。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就係頭先我講過係就係580年被擄啦。神借着先知應許佢哋70年可以回去。經過70年之後，弟兄姊妹，呢班被擄嘅子民係第幾代嘅人咗？70年，算下，第2代唔止咯，第3代都可能唔止啦，可能第4代啦，係咪啊？但係想下睇啊！第1代被擄嘅神嘅子民，如果你讀詩篇137篇咧，你睇到佢哋對佢哋自己個故國、佢哋個家園，真係有無比嘅懷念。佢哋坐在巴比倫個河邊嗰時，喺嗰時嚟哭泣。啲人叫佢彈到，我唔彈啦，我將琴掛喺個柳樹上。點解要向呢啲擄我嘅百姓、擄我嘅子民嚟彈我哋家鄉嘅歌、我哋嘅民歌啊？你睇到佢哋對佢哋個懷念。
寧願嚟講，如果我忘記咗耶路撒冷，寧願我個舌頭貼於上頭；如果我忘記咗神嘅家，我就寧願我個手忘記咗做工嘅技巧。當時佢係咁樣對故國家園有咁深嘅愛慕懷念，但係經過70年喎，第4代嘅人喎，生喺巴比倫或者現在係波斯啦，長大喺波斯，受教於波斯，而且佢哋波斯王呢個古列對神嘅子民非常嘅好，非常嘅優待，佢哋過咗好好嘅生活。點解仲要長途跋涉翻到嗰個頹牆廢瓦嘅耶路撒冷呢？所以好多都選擇研究留喺波斯地，翻到去神嘅嗰個故國家園，就係以色列地方，唔係好多啦。而家就呢一群嘅人留喺波斯地嘅人咧，佢哋嘅遭遇到咩啦？係亡國滅種嘅大危機。留喺度以為好安逸生活，但係誰知道咧？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可怕嘅危機。點解呢？就因為末底改呢位猶太人嘅領袖咧，唔肯向亞哈隨魯王波斯王嘅寵臣哈曼嚟下拜。而呢位波斯王亞哈隨魯咧，竟然間聽信咗呢位寵臣哈曼嘅説話，就下咗一道嘅旨意，定在亞達月，即係12月嘅13日，將所有寄居喺波斯地嘅神嘅子民、神嘅百姓，無論男女老少，全員嘅要滅絕。神嘅子民呢個時候所面對嘅係亡國，係滅種嗰個大危機。而嗰位皇后以斯帖咧，佢係猶太人喎，佢喺皇宮入邊養尊處優，生活舒適悠閒，受人尊敬。宮殿嗰4幅嘅圍牆，舒適安逸嘅生活，佢死到佢根本上睇唔見到自己個同胞骨肉之親在滅種亡國個危機，亦都聽唔到佢哋在痛苦之中嘅呼聲。弟兄姊妹，我請問下，當年嘅神嘅子民嘅情況係唔係你同我哋今日嘅境況呢？今日我請問有幾多人我哋真係睇見我哋教會個圍牆之外，我哋個同胞，我哋個骨肉之親嘅需要，以及佢哋在罪中嗰種嘅苦困呢？又有幾多人我哋真係觸摸到神嗰份愛世人如一人沉淪嗰種嘅心懷呢？我哋冇負擔，我哋更加冇一個照明。今日我哋係處在一個科技好極端發達嘅世代，所謂嘅人工嘅智能啦、A1 啦、ChatGPT 啦、DeepSeek 啦，我相信你哋年輕人都個個都識啦嚇，我哋啲老人家就唔識啦嚇，唔識了我都要學嘅啦，我都學到好多嚟㗎，係咪？真係好犀利啊！呢啲嘢，我哋個教會嘅長者團體啊，佢哋要去Windsor Castle 入去參觀，你只要入場費一個人有30幾磅㗎嘛。咁我哋就叫 ChatGPT 同我哋寫一封信。好嘢喎！要寫呢封信咧，竟然間我哋可以領取到33張嘅免費票入參觀，哇！仲犀利過人寫。真係㗎，我哋真係我都有份入啊！哇！呢個真係好犀利嘅嚇。你問乜嘢佢都可以答你嘅，但係好多時候對啲長者老人家根本上都摸不着頭嘅，點解會咁㗎？點解會咁㗎？弟兄姊妹，我哋個享受真係㗎，超越咗過去嘅任何一個嘅時代啦。請問下你着嘅衫，秦始皇冇着過㗎？你玩個手機，你玩個電腦，不可一世嘅拿破崙從來都冇玩過啊！你玩過？你坐過汽車，
無論咩牌子都好啊，凱撒大帝啊，都從來都未錯過嘅。弟兄姊妹啊，我哋係享受咗前所未有好多嘅科技，但係請問下，我就係咪就解決咗我哋人真正我哋嘅心靈嗰個需要咧？有嘛？21世紀，今日嘅人正係走向咗兩個極端。第一就係物質文明嘅發展，使到今日嘅人活得最高端嘅享受。第二咧係人放棄咗我哋心靈真正嗰個信仰，我哋放下咗神，我哋唔要神，以致我哋今日落在一個不可收集嘅文明解體嘅境況裏面。呢種嘅情形真係好似18世紀瑞士嘅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盧蘇，佢在當年所講過嘅一句嘅説話，佢話：邊處有大學問，嗰個地方嘅人嘅心靈就虛空，道德就墮落。我哋以為有學問，我哋就會更好啊？唔係喎，根據呢位18世紀嘅偉大嘅神學思想家，佢話咧，邊度大有學問，嗰個地方嘅人嘅心靈就越虛空，道德就越墮落啦。冇錯，睇下今日最先進嘅國家，好可能係道德最墮落嘅國家；有最好物質享受嘅國家，可能係人心靈最虛空嗰片嘅國土。根源就係、如果人我哋嘅罪冇得着解決，人唔曉得翻到呢一位做我哋嘅神嘅裏邊，人最基本嗰個問題永遠都不能夠解決嘅。第4世紀嘅偉大嘅神學家、哲學家奧古斯丁曾經講過一句曠世嘅名言，佢話：人永遠都唔會有喜樂，永遠都唔會有平安，永遠都唔有滿足，除非我哋翻到嗰一位做我嘅神嘅裏邊。第4世紀嘅時候就講咗呢一句嘅説話，經過咗成差唔多2000年嘅時間，呢句説話而家係講出今日世代嘅情況。今日弟兄姊妹，當我哋沉思在我哋今日嘅題目嘅時候，我真係巴不得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將我哋自己放喺神嘅裏面，以神嘅心為心，以神嘅旨意做我哋嘅旨意，用神嘅心、神嘅旨意作為我哋整個生命嗰種嘅取向，仲以神嘅事作為我哋生命中最重要我哋要做嘅事情。真真正正去認識呢一位今日你我所信，亦都我哋要傳嘅耶穌，係世界上人切需嘅一位嘅唯一嘅救主。而且我哋更要靠著聖靈賜俾我哋嘅力量，要敢去傳，敢去講，你都敢向呢個世界嚟挑戰。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問自己：你同埋我係咪已經準備好呢？準備好負起呢個使命，準備好用主嘅大能嘅福音向我哋所居住嘅呢一個嘅所謂社區嘅人嚟挑戰。而你同埋我係咪真真正正認識咗你會傳？你知唔知道你所信嘅是誰？你傳乜嘢？講乜嘢？點樣向人傳？點樣嚟向人講？德國一位好出名嘅藝人叫做 Vanity， 佢經常咧都會演出一個叫做光圈裏尋覓嘅一個諧劇嘅。嗱，呢個諧劇我覺得真係對我哋今日嘅教會係一個非常恰當嘅，亦都好大嘅一個嘅提醒嚟嘅。
呢個係劇一開始嘅時候咧，整個劇場咧係黑暗嘅一片，然之後一個大個光圈就照喺個舞台上啦。個舞台上唯一係就係有光嘅地方。呢位嘅主角咧，Valentine 咧就出場啦。佢出場之後就在呢個光圈入邊咧，喺嗰處嚟尋揾嘢。對唔住啊，喺嗰個非常嘅焦急，喺嗰處嚟揾嘢。佢好似失咗一樣非常嘅嘢，一定要喺呢個光圈入邊揾到呢一樣所失去嘅嘢。咁當呢位 Valentine 咧喺呢個光圈入邊焦急喺度尋找揾嘢嘅時候咧，有一位嘅警察就出場啦。佢睇見呢個人喺嗰處揾嘢嘅時候，佢就走上去問佢啦：喂，先生啊，我睇你咁焦急，到底你喺處揾啲乜嘢啊？Valentine就對呢位警官話啦：佢講警察先生啊，我喺處揾我大門嗰條鎖匙啊！如果揾唔到咧，我今晚夜咧就可能咧有家歸不得。你睇下，而家係冬天喎，如果我露宿街頭係好辛苦、好難受㗎，所以我一定要揾到呢條所失去嘅大門嘅鎖匙啊！嗰個警察聽咗之後咧，好啦，我都幫你一齊揾啊！咁兩個人咧就喺個光圈入邊度揾呢個Valentine所失嘅鎖匙，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其實所有個觀眾都好清楚望到，在呢個光圈入邊乜都冇嘅。咁揾咗好耐揾唔到嘅時候啦，嗰個警官就再問佢：喂，我哋揾咗咁耐揾唔到，你係咪好清楚知道你條鎖匙就喺呢處唔見㗎？弟兄姊妹，你聽下。呢個Valentine點樣回答佢咧？佢指到光圈外邊一個黑暗嘅角落頭嗰時話：我條鎖匙喺嗰處唔見㗎。哇！呢個警官咧真係讓佢火爆起上嚟。我黐線㗎你！呢條鎖匙喺嗰處唔見，你喺處嚟揾？弟兄姊妹啊，你聽下Valentine點樣答？佢話：呢一個地方係冇光，嗰個地方係冇光，所以我喺光入邊揾到。佢個回答，弟兄姊妹對今日個教會有咩提醒？我哋講宣教，我哋講傳福音救靈，你喺邊處講啊？我哋喺邊處講啊？我哋喺邊處喊口號啊？啲教會入邊。我哋喺教會入邊講，我哋唱得好大聲。大家記唔記得我哋今年春宴會嘅主題曲啊？江以言啊，點樣？頭一首點歌啊？頭一個點歌啊？如果我是誰，如同仲俾咩啊？俾冇咗味嘅冇味嘅美女。如同冇味嘅味蕾啦，就好似乜嘢咧？好似一張嘴。我唔知我冇咩記得咗。我是誰？如同被花，如同被同化嘅味蕾，無味嘅生命就好剩翻一張個嘴。大家記唔記得啊？你哋都可能有領唱㗎嘛。我是誰？如同被同化味蕾，無味生命。好像一張嘴，今日我哋就係咁樣，我哋就好似冇味嘅味蕾，喺教會入邊，只係剩翻一張嘴講宣教、講傳福音，我哋個口號學得好大聲，根本上我哋冇實際嘅行動去實踐。弟兄姊妹，請原來我咁講，我哋真係欺騙咗神。亦都欺騙咗人。作為一個牧者，我已經做咗60幾年嘅牧師，我真係覺得好虧欠神，更加對唔住萬萬千千神愛嘅世人。今日神嘅家所需要嘅係叫我哋用愛，用一個行動去跨越，走出我哋嘅圍牆之外，去得人，去得家。我覺得今日我哋個教會與我哋所居住嘅整個嘅社區真係有太大嘅隔膜咗。
我哋嘅儀式，我哋所用嘅所謂啲宗教嘅術語，似乎只係我哋教會入邊嘅專利品，只有嗰啲在教會入邊從細浸大嘅人，先能夠了解，即係能夠習慣。教會好似乜嘢？教會就好似一個禁宮一樣。德國嘅神學家穆文佢指出，今日嘅教會有兩個非常大嘅危機。呢兩個大危機就係、第一就係、福音嘅貼切性，第二咧就係、福音嘅確切性。乜嘢係叫做貼切性？乜嘢係叫做確切性咧？貼切性就係今日我哋所傳嘅、所講嘅嘢，似乎係同世根本上冇啲關係嘅。我哋所講嘅嘢根本上引唔起人心靈嗰個共識、心靈嗰個共鳴。所謂嘅確切性咧，係指到今日有啲教會為咗人迎合咗呢個世界人個喜愛以及性嘅取向，我哋不惜嘅犧牲咗嗰個純正嗰個福音，以及我哋嘅主用佢個寶血所買贖嘅聖潔嗰個教會。想唔到嘅，我哋竟然間去認同咗聖經明明只係罪嘅所謂嘅同性戀以及同性嘅婚姻，係咪人強迫我哋做咧？咁樣做咧？唔係，從來冇人強迫我哋咁做嘅。係今日好多所謂嘅教會自己甘心嘅放棄咗純正嘅真理同埋信仰，神嘅家、神嘅教會。應該係神聖嘅，係聖潔嘅，但係人卻去迎合咗世人嘅喜好和趨向。我哋以為我哋咁樣做，咁樣嘅認同同人一樣，就會得到人嘅接受、人嘅喜愛而加入教會。其實錯啦，同流嘅客戶只係使咗我哋嘅教會走向咗沒落，使人更加睇唔起教會。教會同世界有咩分別？點解我要翻嚟教會？今日我哋真係必須要翻到聖經，要用神俾我哋嗰個眼光去睇人嘅需要。整個世界嘅人民，佢哋都係迫切嘅需要主。大家知唔知呢首歌？聽唔係咪識唱呢首歌？人民走過我身旁，他們眼中流淚出，心中空虛受煩，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極艱難，正一心空虛，歡笑掩飾真哭泣。耶穌能醫治，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當迷惘破滅之時，係為人開路，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何時我們才知人民需要主？1968年1月20號，當尼克遜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嘅時候，佢講咗一句真係好值得我哋深思嘅説話。佢話：我哋個科技嘅成就可以使到我哋升上太空、登陸月球。冇錯，我哋係征服咗嗰個外太空，但係我哋卻冇法子解決呢個世界人嘅內太空。佢用咗兩個好特別嘅名詞 ：outer space、inner space， 外太空、內太空。
我想佢嘅説話雖然係差唔多係幾十年前所講嘅話，真係講出今日世人嘅境況。今日我哋呢個世界正係一個所謂物質豐富、內心貧窮、心靈虛空嘅所謂嘅內太空嘅時代。20世紀偉大嘅宣教士、人道主義嘅一位嘅非常傑出嘅人，諾貝爾嘅得獎人 Albert Schweitzer 史維策博士，佢曾經咁樣講出點解佢要放棄一切去到非洲做宣教士。佢話有兩件事情使到我決心將我整個嘅生命獻上到非洲做宣教士嘅。第一就係呢個世界人嘅痛苦、罪惡和人內心中嗰種嘅痛苦。我知道只有神嘅救恩、神大能嘅福音，正能夠解決人嘅罪以及人心中嘅問題。第二呢，係人心靈嗰個虛空。佢話我知道只有神嘅大愛、基督嘅救恩，正能夠調換人心靈嗰一個個空，人心靈嗰個個空。我要再強調剛才我提過嘅第4世紀呢位偉大嘅神學家、哲學家奧古斯丁所講過呢句曠世嘅名言。佢話人永遠都唔會有快樂，永遠都唔會有平安，永遠亦都唔會有滿足，除非我哋翻到嗰一位做我嘅神嘅裏面。第二呢，呢一個係個迷失嘅世界，今日係一個迷失嘅世代。冇錯，我哋生活活着，今日我哋都係活着嘅人。但係請問下，有幾多人真正知道我哋生命嗰個方向以及我哋存在嗰個目標呢？20世紀嘅法國嘅存在主義嘅哲學家Albert Camus，佢曾經寫過本書叫做《西西弗嘅神話》。呢本書入邊咧，講到書中嘅主角就係西西弗啦，佢得罪咗呢位天上嘅神啦。呢位神咧就要罰去做一件嘅事情，做咩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刑罰啫，就係叫佢將一塊大石頭同個山坡嘅下邊，然之後搬上山坡上。係咪就咁完啊？唔係喎，搬到上去之後，又要將呢個大石頭推翻落嚟，佢又要走翻到山坡，又要將呢個大石頭又要搬翻上山坡，又再推落嚟，又要搬上去，推落嚟，搬上去，咁啊日日都係做著同樣工作，搬上去，推落嚟，搬上去，推落嚟，咁啊好簡單嘅刑罰，推落嚟，搬上去，重複又重複，弟兄姊妹。呢個係咪我哋今日我哋生命嗰個寫照啊？我哋係咪今日就係咁樣咧？推上搬上去，推翻落嚟，搬上去，推翻落嚟，一個好簡單嘅刑罰喎。係咪你生命個情況咧？嗱，我唔知道今日我哋當中有幾多係做餐館啊、外賣啊，或者做飲食業。我知道呢位老闆係啦，我見過佢都係馬來西亞人啊嘛。咁啊，係啦。嗱，我哋做餐館嘅人咧，大多數點樣咧？個生活真係好唔知點好似好簡單。每日都係從爐頭到枕頭，枕頭到爐頭，爐頭又到枕頭，枕頭又到爐頭，廚房到睡房，睡房到廚房，廚房到廚房，廚房對睡房，係咪咁啊？就係咁樣啊！我哋都有啲教，即係做啲學生嘅嘢，就係生活就係咁啊！爐頭枕頭，枕頭爐，枕頭爐頭，睡房廚房，廚房爐睡房。打工嘅一族，幾乎個個都係大忙人啊！從一個車站到另外一個車站，又從呢個車站翻到另外一個車站，一間屋走到另外一間屋，又有翻嚟嗰間屋。你知未？每日翻工、放工，又再放工，又再翻工，放工、翻工、放工、翻工，一個車站到呢個車站，一間屋到另外一間屋。一生係咁翻工放工，一個車站，另外一個車站，
賺錢養家。好啦，直到一日體衰力弱啦，係好想忙，冇力忙。嗰陣時正忽然間大悟嘅自問：到底我呢一生為誰辛苦，為誰而忙咧？我見過一個外賣檔嘅老闆啊，老到一個地步咧，根本上冇晒力嘅，但係佢仍舊要做喎。咁啊點樣做咧？點樣炒咧？坐張凳嗰時嚟炒，唔係企字炒。你知道做外賣都係企字㗎啦嘛。佢已經係冇力企啦，但係要做喎，坐喺樹嚟炒，直連炒到就係死喺嗰張凳嗰時。弟兄姊妹啊，有咁嘅人㗎，露頭枕頭冚頭，露頭翻工放工喺度放工。俄國嘅大文豪托斯托維斯基，佢曾經講過一句好有提醒性、好有意義嘅説話，我希望大家好好去想下呢句説話。佢話：人生最大嗰個秘訣，唔係單單只係為咗生存嘅，而係佢可以為咗一個目標、一個有意義嘅事情而活。如果活着冇一個目標，活着冇意義，佢會拒絕落去。佢寧願毀滅自己，都唔願意在豐衣足食之中苟且偷生。希望你自己再睇下呢個血可呢個説話，我放耐啲咁多俾你睇一睇，亦唔好單單睇一睇，你都想一想呢句説話。人生最大個秘訣唔係為生存嘅，係為咗一個目標，一個有意義嘅事。如果活着冇目標，活着冇意義，佢會拒絕活落去，寧願毀滅自己，都唔願意在豐衣足食、賺到好多錢之中苟且嚟偷生。真係一句好有意義，真係對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有提醒性嘅説話。1961年嘅7月2號，呢個世界上發生咗一宗轟動咗整個世界嘅自殺事件。其實咁自殺日日都好多人自殺，點解呢個自殺會轟動咗整個世界咧？因為呢個自殺嘅人唔係一個普通人啊，係邊個？大家知唔知啊？估下。1961年7月2號，係嗰一位諾貝爾普立茲兩大文學獎嘅得獎人海明威。佢就係在嗰一朝早7月2號嗰朝早，用佢自己嗰把獵槍，將佢嘅獵槍嘅槍嘴對住自己嘅口，然之後就板動槍嘅啪一聲，炸爛咗佢整個半個嘅腦袋。臨時生死，當時只不過62歲。呢個自殺真係轟動咗整個世界，每一個人都係自問：點解呢個人會自殺啊？講名嘛，佢有名，錢用之不盡，享受咩？任意放縱。而且你讀佢嘅創作，佢所寫嘅每一本嘅書，都係強調咗人嘅努力、人嘅種嘅奮鬥，以人嘅努力奮鬥為自豪嘅事。一個人竟然間自殺而死喎！經過好多學者、好多人探討研究之後咧，卒之就係喺邊度揾到佢自殺嘅原因咧？就係喺佢得諾貝爾嗰一本書《老人與海》呢本書中嘅，就揾到可能係佢自殺嗰個原因。我唔知邊個有讀過呢本書《老人與海》，有邊個讀過啊？咁啊，好少人讀書咗係咪？咁重要嘅書都冇讀過，呢個得諾貝爾嘅書你都冇讀過啊？呢本書嘅主角叫做聖地亞哥。佢在年青嘅時候係一位非常傑出嘅漁夫嚟嘅，所以嗰啲呢個漁村入邊嘅所有嗰啲船主出海打魚嘅，佢一定係必選嘅，所謂一定要揀佢嘅，要請佢嘅出打魚人。
但係隨着年紀慢慢嘅老啦，年老體衰力弱啦，好似我呢啲咁冇用嘅人啊！大家都唔知我幾多歲，我86歲先冇用㗎啦。真係㗎，我唔係好似你哋咁年青，我哋唱歌咁好聽咁大聲，我唱都冇氣唱嚟㗎。呢個請嘅阿哥就係年老咗啦，之後真係冇人請佢喎。哇！佢真係好唔舒服，心中好難過。咁佢覺得自己好失落，好似俾人遺棄，所以佢就立下一個嘅決心，要向整個漁村嘅人都證明。我Sandy阿哥雖然係年紀老，但係我研究係一位好傑出嘅打魚人，一個好叻嘅漁夫，研究係一個有用嘅人，但係冇人請佢啊！咁佢點樣去打魚啫？佢就決定點樣咧？要撐隻小船，即係船仔唔係大船啊，大漁船啊，打魚啊！佢撐住一隻船仔去釣魚。點解咧？佢講我要釣一條咧，整個漁村嘅漁船。個大漁船出海，從來都冇打過咁大條嘅魚，嚟證明我呢個Sandy阿哥原來係一個最偉大、最傑出嘅漁夫。佢出海咗84年一啊！有唔有打到魚啊？有冇釣到魚啊？有嘛？有咩冇釣到84日都冇釣到魚？但唔係要釣到佢嗰條想要嘅大魚，即係釣到好多魚，唔係佢想要嘅大魚。卒之就85日啦，佢真係釣到啊！一條佢想要證明自己嘅大魚啦。呢條魚咧長18尺喎，哇！犀利啊！重1500磅喎，哇！真係呢條大魚咧，可以講得係整個漁村所有出海嘅魚，從來都冇打過咁大條嘅魚啊！所以咧，佢釣到條魚嘅時候，佢同魚搏鬥嗰個過程咧，唔係佢將條魚拖翻嚟，事實上係條大魚將佢人同埋魚一直朝漁船一直拖住走喎。但係呢個人好有毅力㗎。你睇下佢同大魚搏鬥嘅時候咧，講咗一句呢本書《老人與海》入邊最精華嘅説話。請大家要睇下佢對嗰條魚話咧。魚啊，你唔好以為我會放棄喎！我要你知道咧，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一個寧可被毀滅都唔會承認失敗嘅人。今日你遇到我哋死定啦！真係喎，佢同我條魚搏鬥玩嚟玩去，條魚真係俾佢玩死咗，好犀利呢個人啊！咁真係佢就，但係條魚太大喎。佢根本上冇法子將條魚撈上嚟放喺條船抄翻去啦，所以只能夠唯一所做嘅，將條大魚放喺個船尾嗰時，咁撐隻船翻去。哇！佢個內心非常嘅興奮啊！咁翻去嘅時候真係好充滿咗喜悅。佢終於咧可以向全村嘅人證明，我Sandy阿哥現在係一位全個漁村入邊最好、最傑出、最偉大嘅漁夫。真係啊！但係想唔到一點嘅就係，當佢哋拖咗呢條大魚嘅船回程嘅時候咧，好多嘅魚群咧尾隨着喺後邊，一直食佢條死咗嘅大魚。細魚食大魚啊！小魚食大魚，一直啄食大魚。佢唔知道啊！佢好興奮，一直撐，嗰啲魚喺度食佢條大魚都唔知道。哇！一直撐翻到岸啦！哇！佢都未將條魚拉上嚟，就好興奮㗎，走向全村嘅人去宣告話：我釣到一條你哋全村人都從來冇打過嘅大魚，你哋就快嚟睇啊！整個漁村嘅人都蜂擁到嗰個海岸嗰時，嚟睇下呢個Sandy阿哥所釣到一條大魚。佢好高興嘅，好興奮嘅，就將條大魚拖上嚟，剩翻乜嘢啊？唔係魚啊！仲有一條魚骨啊！你知我講一個故事，講本書嘅精華係咩意思？大家知唔知我意思咩？你知唔知呢個係咪你一生、我一生嘅寫照咧？最後我剩翻乜嘢啊？你剩翻乜嘢啊？條骨嗰度去咯。
台灣天文合唱團唱過一首個歌《日光之下》，有個日光之下有一個你，忙碌的人群中人沉迷。日光之下有深深嘆息，成功失敗這引導空虛。弟兄姊妹，日光之下只剩翻星星嘅嘆息，一切嘅成功，即使你擁有一切，剩翻嚟嘅只不過係日光之下個虛空嘅一片。只有在日光之上嘅真實，神個愛子耶穌基督成就個救恩，定係永恆常存嘅。真係巴不得今日神開我哋每一個人嘅眼睛，叫我哋睇到我哋今日人嗰個情況。正如頭先我哋所唱嗰首歌，人民走過我哋嘅身旁。佢哋個眼中所流露出嚟嘅係心中個虛空受罰，佢哋走向嘅係一條未知之路。今日世界嘅上人需要嘅係一位就係日光之上嘅主，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在世人迷失需要主嘅時候，我請問下有邊一個嘅人願意做呢個 GBD 導航器 GPS， 將人引到神嘅面前嚟？我揸車我咩都唔識㗎，我只係今日靠咗嗰個導航器行嘅啫。去到邊度我係因為我係一生人最怕就係咩咧？我係一個冇方向感嘅人。我行出去我就唔知點翻屋企㗎啦。所以咧就好彩在我要揸車嘅時候有呢個導航器發出現咗喎，所以我就一直靠咗個導航器。早期嘅導航器好慢㗎啦嘛，你行咗好耐都接唔到嗰個天上嗰個衛星嘅，即係行錯咗都唔知道。哇！今日就好犀利啊！一開就知道喺邊度，所以人家請我邊次講道我都唔怕嘅，因為有個導航器帶住我行。你知唔知係嘅？人今日都係需要個導航器嘅，每一個世界上嘅人都需要導航器。你肯唔肯做呢個導航器，把人帶到神嘅面前？當人需要主嘅時候，你我又在哪裏呢？嗱，我哋翻嚟聖經又講咗好多我出嘅話啦，翻嚟以斯帖記，在神嘅子民百姓面臨咗亡國滅種大危機嘅時候，末底改佢唯一想到能夠救佢自己嘅同胞百姓嘅就係以斯帖，所以佢就託人向以斯帖講咗一番充滿咗警惕性嘅説話。13節嘅説話，你唔好想你在皇宮入邊就強過一切嘅猶大人喎，可以免這個禍喎。你估你閉口不言嘅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無拯救。神愛佢自己嘅百姓，神愛佢子民，但係你如果唔肯嘅話，你和你個父家就會滅亡啦。然之後我要特別嘅提醒佢話：你知唔知啊？你得到呢個皇后嘅位份，係唔係就係為咗今日神要俾你呢個機會呢？以斯帖聽之後，佢真係以實際嘅行動去回應末底改嘅説話啦。16節嘅説話，嗱，你去招聚全個書珊城所有嘅猶大人，神嘅子民，為我禁食3晝3夜，不吃不喝。我同我宮女亦都要這樣禁食，然之後我違例去見王。佢講出呢句説話好重要㗎，我又死就死吧。初時係假，因為如果王冇向出心嗰個金像咧，佢就死㗎啦。而家就唔係啦，就算王亦唔向我伸出金像，我死就死吧。為咗我同胞，我個百姓，我甘願我去。呢個世界有3種嘅人，第一種人咧係唔知道事情發生嘅，呢種人係咩咧？不知不覺。第二種人咧係睇到事情發生嘅，呢種係咩人咧？係後知後覺。
第三種嘅人咧係使到事情發生嘅，呢種係咩人咧？係先知先覺。嗱，你問下你自己係咩人先？不知不覺，後知後覺，或者你係個先知先覺。係咩啊？E.T. 我哋翻去睇下呢個人，佢真係開始係不知不覺嘅，四幅個圍牆，佢根本就喺宮入邊睇唔見佢自己嘅百姓同胞嘅需要，不知不覺。後來佢真係聽到之後啦，係後知後覺，但係佢唔想做咩嘢喎，佢唔知道皇宮之外同胞發生嘅事情，佢唔想為同胞做啲乜嘢，但係當佢知道佢個同胞面對滅種危機、大危機嘅時候咧，神就借着末底改個説話，真係提醒咗佢，開咗佢個心，叫佢真係感受到佢自己個同胞嗰種個苦痛，開咗佢個眼睛，使睇見佢同胞面臨嘅危機，願意擺上佢整個嘅生命。死就死吧，佢願意將佢自己嘅生命擺上俾神用，即使死佢都願意，因為佢個獻上，整個事件就出現咗改變，神拯救咗神嘅子民百姓。今日弟兄姊妹，我請大家記得，每一個人我哋在神嘅眼中，我哋都有一個獨特嘅價值。我再講，每一個人在神嘅眼中，你有一個獨特嘅價值，我亦都有個獨特價值，你有你獨特嘅價值。你為神所做嘅、所擺上嘅，記得冇一個人可以代替你嘅，你可以做嘅，別人唔可以做嘅。你同埋我就係一個最特別、最獨特嘅我，冇錯。可能我哋真係好軟弱，可能我真係好微小，但係請你記得，你同埋我所信嘅呢位神，卻係一位偉大嘅神，係一位使到不可以成為可以，不能成為能嘅神嚟嘅。讓我哋就用我哋嘅信心，用我哋嘅行動，用我哋嘅工作，去證明呢位神嘅偉大。最後我用呢首歌做我哋嘅祈禱嚟結束。呢首歌嘅歌名係求主用我，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識唔識唱啊？唔識唱唔緊要，你我唱多一次跟住我唱。等我唱多一次添。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做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啊！佢頭先識唱啦，好啦，我哋大聲啲唱呢首歌，用呢首歌作為我哋今日嘅結束嘅我哋講道結束嘅祈禱啊，好唔好啊？好啊，大家一齊啊，我哋唱兩次啊！我彈出嚟得啊，好啦，多謝你啊。OK， 我哋一齊唱啊！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做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再一次，求你用我的手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做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
美事，用我嘅生命去俾人睇見，原來人哋嘅恩典係咁寶貴、咁偉大。神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我们多谢三位牧师在我们当中的传道。我觉得每次请副牧师来，都觉得是双倍的得着，因为不单单是听到。